创造许多行业出外种大饼，尤其是想要做国泰的事业，等上会面到故乡嘅亲戚朋友，故所许多行业行业的比例特别高哦，像中油台铁的员工，还有头年店的头家，许多都是行业。高雄学院喺民国32年嘅下成立嘅时节，带头嘅业嘅台中董事人、陆前腔长人来听述视察、掌察。啊，那个喺高雄嘅事业发展模式，除了交通运输业以外，掌察也向投入还有蔬菜业也如有哦。一群董事人喺外地失望大饼，还会相互投资抗泰事业。我哋请到业嘅创作喺高雄发展嘅董事人，透过口述历史嘅方式来了解伊呢离乡200人公里创业，还有喺高雄上经业等嘅故事。港都高雄，从19世纪末开港，渐渐发展变做海港城市同军事基地，为下国开南台湾政治、经济同交通中心。几10年来，当地外县市嘅人拢为了量落实寻机会拼事业。日本时代后期就有一批台中董事人来了片经营交通运输业，也就会了下届高雄客运。那期间高雄所地区有8间的客运公司啊，到每30年之前，个东西个老配的哈，张德荣先生，啊同林水金金先生间到高雄，开始来做客运业，就把8间的客运整合起来，变做高雄客运了，所以都70年。高雄客运将创立个下，业务康泰当时有收缴，创办界几届董事人，认为同外地人面含美一块，就将故乡请亲戚朋友抢下来打饼。因为头家做係董事人嘛，所以基本上嗰當時親戚朋友真多攏帶落嘅，包括講像修理車嘅師傅、試車嘅司機啊，所以早期啊，將我講嘅來講，民國60年落嘅。嗰當時來講，就很真多董事嘅司機喺入邊。早期嘅高雄客運，主管同員工當多董事人，所以拖了嘅經營團隊地位，客法係主流語言。中華董事人做董監事啊，所以以前長期嘅董監事開會是用董事嘅客法，用發音咗啦嚇開會，真姊妹啊！以前真多嘅幹部唔要講客法，我做記錄啊，學了嘛，我聽啊，我記錄我寫好我安尼。另外一方面，高雄客運嘅經營也帶動相關事業嘅發展，介就係汽車修理。依度當初托客運將車嘅董事師傅，每下自家出來托高雄市開汽車修理工廠，將那個高齡90嘅李發清，就係當時第一台嘅師傅。以前托日本托汽車修理嘅，托港懷台辦，啊28歲就去台灣啊佢係親身係去港懷。voor現在汽車修理工廠港懷修理汽車，這每張差唔多每天46年嘅人時間出來開。李發清自家開汽車修理工廠，強權效用同鄉肢體。當時其工廠底部50個員工，只有一個高雄人，其他攏係董事人。剛下修理汽車像 NDI 也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行業，還算一個不錯的行業所以遇到董事親戚佢想講修理汽車嘛以後過我透過親戚的關係怎我來47歲嘅顧元信，上係李發清嘅徒孫，做到民國47年就來高雄學手藝。東西方面台灣出高雄做車是真有名
技术好，风向也真好安尼。就高雄是那讲东西方面吼，讲从高雄太正拢就，人讲生意是上个落高雄。顾云信回忆讲，甲当时我来高雄学讲车，还没上来就是得来，必须要有人了解。真关系，我那个学习嘛都有真关系啊。哎呀，就讲有亲戚啦，就像我爸爸朋友啦，呢种下嚟关系就落来啊二年末，顾云信来高雄有半世纪，呢下店行嘅生意也冇像以前咁無限，自家已經係半退休咧。店安嚟說講，咱嚟生意對了做了武術方面啊冇興趣，攏係讀書。攏讀書像我生意咪叫啊，攏到較快，攏到太好邊啊，就是較快咧是條路咧。因為行業嘅特殊性，東新研到高雄經營汽車銷售業，當然用加速傳承嘅方式延續落去。當到店面嘅兩年唔係賣本錢，就會收起來。不過講到加速經營，前火照加速係而家嘅宣傳時態同環境轉型成功嘅例。今日下係經營南馬康，其實做到幸福嘅下，前福就同二條東西強項來高雄做木材批發嘅生意。當時第一次睇見乜期㗎嚇，一個米叫呢天一咁追來到台灣府叫特意來控制呢個高雄市，咩到人做就要向下平安嘛。第一次睇見結束了，我個國民黨政府來台灣，人口是做下要回流多咗來市內咧。當時我建設木材業，木材嘅需要量真大。是得講，當時高雄嘅木材界北上喺度東新園，中華路、中正路，你係帶頭擺界啊，單單喺東新園木材行啦，個木材都一塊嚟佔地，當下喺東新園是開，非常風光。不過好講句，維持無結構。民國50年代，木材需求量越來越少，當到高雄嘅木材行也相繼關門。當時起個開始起大樓咧，起個洋樓咧，做啊用鋼筋水泥用真大咧，就木材室本那個水泥替代別咧，木材室真淘汰別，做營收起來。有啲營專業。前火照加速結束木材業了後，轉向汽車銷售業同交通運輸業，為下將要投資南馬康。民國40年，經開設屏東縣境內第一間南馬康工廠。到交通業要到唔遐因來唔好做咧，像嗰個小包車業，做改過那個機場咧，機場車咧。機場車那邊都過熱付落去咧，因啥無法度做頭家做那個事業咧。人哋就兄弟人睇下，親戚參上國來專業，你喺度建築業當發達，那個鋼筋水泥當用量當大，然之後會上到國來咩那個南馬康工廠。我在屏東都忙少，這個同樣都雇主參上來屏東來買地來建廠。當做嘅時間是真艱苦，你個冇看到水泥嘛，滿城是土嘅嘛，普通嘅人唔使用，現時冇人咁會接受啦。講到你都冇看到水泥，就強到就拉冇拉都唔掂啊！到你咪是結局使用做起來咧，就嘛太自家是有使用咧是起到個門檻咧，張想起來。呢半世紀頭尾看起來，東新園到高雄打拼，南馬康業、汽車銷售業同交通運輸業，實際講係經營界唔難。個對呢條行業界發展過程來看，實際發現出裝創業同鄉情誼所扮演嘅重要角色。東新園嘅第一期係確得出嘛，
特别又可以练就工厂，没单单同性人同性人较3万，福利就累的安尼，同埋1、3万。有亲戚来牵线，互相牵线一个族群，但是较唔係計較講你係親戚我栽培，你唔係親戚，但是同性人都較無栽培，唔係安尼。因為同性人係看按叫來，同性人啊來到高雄，可能自然就會變成安尼同性人，安尼應該安尼要照顧你哋後親。更加深切嘅係，同性人來高雄拼事業，無相關行業之間係咪透過資金嘅付出，擴大同鄉嘅事業體，自家也是在增加投資面向，倡導交通運輸業、南馬礦業同汽車修理業嘅連結，真顯明。真多種啊，同性人互相交叉投資，很有交叉投資，你真特殊。唔想講你幾十年嘅前人，你都。今年經營生意只有安尼，互相交叉投資，來互相持股，後面那個不讓越走越大，互相的有互相分享。資本啊真多，自家人無哪裡啦，所以招真多朋友啦吼，自家同個故鄉嘅人來投資啦，大家投資吼，大家就強起來一個公司。早期來高雄打拼嘅同性人，一度作為經過性，也係當道勢力，經同事業傳本天二台，一套一片當見。對佢來講，高雄係新故鄉，200萬公里遠嘅東西係原鄉。能帶高雄就變做第二故鄉啦。不過像阿爸今年同埋就從海會轉去，啱啱就轉去瓜子啦，乜嘅嗬，咪從海會轉去嗰種係。俺東西，生意都嘛是高雄啦，生意兩地的為事業標配，做你還想也冇可能啦。自家個母兒照顧大家嘅，做你了還可以。高雄大要5、6、7年呢，萬在因為唱故鄉呢，來去安尼講話按叫，因為做啲東西呀呢吼，因為上故鄉啊。我們的名字臨水園也是很開心，沒關係，有這個最新的。目前高雄市泰東市同鄉會會員有300萬個人，這2年來，經大禮拜弄過市會，相互交流也唱出對故鄉嘅情懷。台名就按照3項合唱團。有時佢派外到各地演出，愛同同性人同高雄打拼嘅歷史傳唱落去。一路係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感謝大家嘅收看。香菇類嘅料理更加係佢實行嘅養生食材哦。台中新生嘅香菇，如將咪全台灣產量嘅70%。不過油價起航來，太空包使用嘅技術品質降低，使到菇農嘅生產成本增加，產量上減少。又到太空包地背使用嘅技術，造成全台灣一年愛多嘅數位，如超過1200公頃，也引起反駁嘅爭議。下禮拜六向下嚟關係，我哋再會。